過係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帶領國內嘅一啲籌委落街道、落社團裏邊聽意見。咁後來裏邊到98年啦，要成立澳門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特別委員會。咁我有幸即係被選為委員會裏邊嘅籌委裏邊嘅副主席兼基本法嘅慶委會嘅主任，為澳門嘅回歸前夕組織動員澳門各界嘅群眾積極參與呢個慶祝活動，得到各方面嘅認同。我有幸呢被推舉為全國人大代表，因此我就更上一層樓裏邊呢參與國家嘅議政，更感到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裏邊呢應該要更加要熱愛自己作國家所以今天雖然我係退休咗成20年啦，但我仍舊將愛國愛澳一國兩制嘅事業裏邊呢，盡自己嘅力量裏邊呢去做好自己嘅本分，為國家嘅現代化嘅建設添磚加瓦。我始終係堅信咧，體育同教育係培養青年貢獻社會嘅重要基石。我一直用青進來走出去嘅理念，推動澳門嘅體育教育。我哋請咗多位國家金牌運動員親身走入學校、社區，分享佢哋嘅拼搏經歷同國家嘅情懷。呢啲唔單止激發咗對體育嘅熱愛，更加深對國家嘅自豪同埋歸屬感。我哋亦都積極推動有潛質嘅澳門青年運動員走出去，等佢哋學成返澳咧，影響新一代青少年咧，讓澳門嘅體育教育薪火相傳。展望未來學校可以進一步發揮澳門傳承中華傳統體育項目嘅優勢，開設特色嘅體育課程，傳承中華優秀傳統嘅文化，助力實現教育興澳、人才建澳嘅目標。我哋秉承住孫生嘅精神，薪火相傳，以禮待人，以病人為中心，做好我哋個醫院工作。我到嚟醫院裏邊工作有59年嘅時間咧，整個醫院嘅發展過程裏邊，我一步一步自己響前輩身上裏邊咧，都學咗好多點樣去堅持，即係呢個憐憫心，同埋做一個愛心對待病人。係啊，我哋會長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講咧，我哋要4個度數，我哋要高度重視。繼而咧，我哋咧要深度研究，同埋要寬度。第4個度咧就係要熱一個溫度。即係有潛質同埋有發展嘅好大嘅空間咯。希望咧，如果通過大灣區合作，使到我粵港澳嘅健康產業咧更加做得更好。我人生格言就係要好勤力做嘢，同埋咧要全心全意去投入。當你投入一件工作嘅時候咧，你就會做得好好，同埋咧係會做完之後咧，你會好開心咯。作为一个媒体人，有机会在1999年回归的晚会上面呢，联袂我们国家级的艺术家们主持澳门回归这台大型的文艺晚会。我深刻的体会到呢，我们个人的命运是跟祖国的发展
同频共振。在25年前，我有幸参与创办澳门科技大学，见证了澳门科技大学进入世界300强的排名。我们培养了数万计的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在社会不同的界别贡献力量，服务国家。推动转换医学，是因为科研成果与临床应用之间呢，一定要相结合。我们澳门转换医学中心正在构建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平台，不仅是关注前沿技术，也重视像中医药标准化这样的一个传统医学现代化领域，为中医药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在2018年创立了永利关爱公益品牌，并成立了永利关爱基金会。多年来，永利关爱基金会支持与举办了多个项目，涵盖青年教育、创业创新、文化艺术体育、乡村振兴、弱势群体援助、特殊医疗教育以及中华文化传播等多元领域。透过凝聚和善用各界的智慧和资源，与社区共同成长，为社会创造出可持续的价值。在商业与公益的两条路上，持续追求卓越，不断臻于至善。我们应该提倡的理念是，不只问怎么取于社会，而要多问怎么贡献于社会。永利积极支持澳门特区政府的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透过推出多项计划和活动，促进旅游休闲与其他产业联动，助力澳门实现多元化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有效的叙事能力与传播力，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